少，你看这火有香无？翠花，在红阳村的时，我带你去看早开的桂花，你毋是第一讲，讲迄个桂花太艳，不如就雅菊的芬芳。你所讲的话，我逐句都拢会记。敢讲你家己也叫袂记啊？是？我无袂记，我是爱菊花，也毋过我是爱小量挽互我的菊花。翠花，你已经是做细人的人，我毋准你搁再想起就医下工量，你想听你无？朱公主，你已经是占有我的人，你应该爱心满意足。我求你，我心内伫咧想啥物，你毋免管我好无？反正若够惊啥，你就要甲公主成婚啊！你何必就嫁到这？女子先多啊！又来求你为名分啊，心的担忧诶。在下的一早安排就。翠花，我已经派人在家中来找找你要所在的所在，已经也准备好了。后台我释怀，推掉公主这门婚事了，我即刻就会接你入王府。苏公主，请好准备上轿，要若无恐惊无所在通休困。翠花，咱应该上轿了。来。哇！这毋是个查某人伫咧擦的这个什么头擦的款呢？佮一张被伫的哦，这被是写什么换过安尼，甲遮暗。
天落梅川，丁家堡的堡主丁凤被困在凤凰山的山中，若有人救出丁堡主，愿意丁家堡的财产一半作为酬劳。丁凤之礼，丁翠玉错。好康的来啊！财神爷送对厝来，我阁唔知。安尼好，即刻我就来去凤阳山找迄个周通。什么？你想要带走丁堡主？安怎？袂用的心，啊？这，哎，周阿通，你这插头啊！你听清楚啊！我大夫王李平伫咧江湖上的名气，你有哪知影？功夫啥款，我哪大家知咧？啊，亲身来到这用甲你讲的啊，迄是互你面子呢。啊，若无，安怎？你想要甲我计赢，较莫甲我计留较好哦。若无互我姓地发起这个山贼子，甲你打我白，我照常会能救出丁堡主，你知无？我这个老头出面救丁堡主，就是讲朱公主有伫的，也无当阻止，好汉无去食眼前亏。安怎？我放啊！我放啊！我马上将丁堡主放掉。哈！大夫皇，感谢你救命之恩啊！哈，免说多谢啦，财产一半摕来互我就好啦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讲啥？唔是我讲的哦，是恁查某囝家己讲的哦。我摕一样物件互你看，你就知。呀，这是恁查某囝的针仔头插对无？啊，一张皮就是伊写的，你摕去看啊。崔玉就真聪明，会晓用这个妙计将老夫救出来。哎，迄是你好运呢，拄当着我这个武艺高强的大富翁。大夫公，我的查某囝真惊，是逼人压迫的。如果你若有办法将救回来，我全部财产从哪付你？全部财产，袂用的咧。我已经大声答应夏江良，要去替伊找一个业权啊！这有趁你袂着啊！大夫公，夏江良甲我的查某囝是一往情深，你做遐去，伊若知影者，伊会向你感激不尽啊！你阁会用咧考虑咧？是万两，甲你财产全部，你会有较重，会用诶，这会用咧答应你。丁翠玉阁出现伫灵西阁。是啊，我以为夫人你早就知影。什么人要对我讲？除了心还要阁算重心，其他的人全是含羞的心吧。哼！千方百计要治掉夏江流，也毋是为着伊，伊竟然会为着要得到丁翠玉的心，伊会甲我作对。竟然会答应丁翠玉，带去灵山阁救夏江良的性命。哼！害羞！你总有一天是一定毁在要丁翠玉的手头啦。害羞，就是朱公主的本名哦。敢讲我毋捌对你讲过是？我一时煞袂记哩。启敏夫人。属下已经探听清楚，丁翠玉去挂冲山是公主送伊去的。伊竟然会唔惊我发现到，来误了大事，哼！太过分！신하，在，你立刻去凤阳山叫朱公主来救我。惠敏夫人，公主甲丁翠玉已经回家去啊。知影？提。是。哼！连讲也无讲一声，一走了之。
着成的批也袂得到手，伊也袂担心。公主已经够惊声，伊也毋管。万一丁翠有若踮咧公主的面头前来泄露到伊的身份，岂毋是连累我甲世春嘞？哼，害羞！伊竟然会先背叛我，为求自保，我就先将你除掉。夫人，也毋过朱公主要个遐尔啊高强，要除掉伊，敢有遐尔啊容易？哼，有一个人的武功比伊搁较好，这个人正派、敬直、执恶如仇。可是伊若知影讲朱公主是这种的败类，就是伊的亲生囝，伊也袂放伊煞。哦，是啥物人？并树秋。我赵瑞芬总算也聪明一世，好赌一时呀！夫人，你讲的意思，丽玉袂了解啊。大名主苗树秋的朋友，应交姑娘，靠！我何必着对伊赶？最好伊是将这个秘密去甲苗树秋讲。苗树秋若为了家己的囝，伊绝对袂宣扬出去。搁再讲，伊若真是一路低调害羞，我甲世尊就毋免担心受累。赵夫人回府。母亲，哈你这修炼呢？世尊，紧爬起来。世尊，母亲以后袂阁离开你。圣者靠近王爷。夫人，便利。赵夫人，世人有急事，倒转来禀报父王，再比你先行回京一步，请你原谅。原谅？哼，你哪敢当呢？夫人，你回故乡祭扫祖坟，世人已经从你的经过，详详细细拢甲我讲，
所以国王决定发银3万两，为恁招架，强收祖盆。多谢王爷，谢你，多谢你规矩。啊，有影夫人，丁翠玉这个姑娘，你是捌看？王爷，你突然间哪来提起伊咧？世人讲，伊看介意丁翠玉，要求国王都退掉林莲公主这段婚姻。国王想讲，这边哪会用你啦？是啊，王爷，你绝对袂用答应的。也毋过，国王已经有答应世人，但是伊爱事先甲林莲公主成婚，了后再甲丁翠玉，才用你带入王府为妾。赵夫人，这么暗嘛，你找我要什么代志？莫非是为着我带丁翠玉去挂冲山救夏江良迄件代志是？哼，迄件代志，你自然会得到报应，唔免我伫咧对记。你是讲世人，丁翠玉爱的是夏江良，早晚伊是会出卖你啊！赵夫人，我已经答应你的条件，将来世尊继承王族，我的婚事你可莫管会用吗？我毋是管，我是惊伊，我甲世尊受连累。哼，你最放心，丁翠玉已经老早就回心转意，袂阁去爱伊夏江良。啊，若是我咧，早就准备好，我袂去甲公主完婚，我会推掉这门婚事了后，我也会将丁翠玉甲接倒转来王府。所以呢，我根本就无打算要甲公主完婚。公主已经来到百里村啊！王爷命吴将军，明仔早起就出城要去迎接伊啊！会派吴将军来接我进城，但上官千里，将士一命，我已经将你送到家乡外了，即摆应该到我离开的时阵，这杯酒算我甲你检验也好，甲你贺喜也好，来，咱来干杯。是离别前行酒，酒中不酒离愁，不是祝好的伊酒，祝好不该伤泪流。离别泪湿情纱袖，将回忆还。秋意浓，光君已知无芳风。我思海多了空，英雄比武比风中。不甘自比是英雄，
已经招嘴。哦，我做，那我应该顾事。你免悲伤。我听讲公主自细汉生做一表人才，一定互你一赢哦。天啊！主公主告！是伊。虽然伊面貌生做甲夏江良一模一样，杨过，我即摆已经认得出来，掠走翠羽，甲甲我刺伤人就是伊。想袂到，伊就是王子自细人。好，是安尼决定，令恁四个人分4条路去拜访，也看到夏江良甲陆清，将因当作是海有大盗，送官严办。苏王叔，杨过掠贼，掠奸都要有证有据，要咱无证无据，这包就是我自细汉最珍贵的珠宝为信。敢今日官府袂将伊夏江良当作江洋大盗的打扮吗？起去！